在《雪中悍刀行》当中，江湖数千年来出现的高手有很多，顶级的高手每个人都有各自无敌的时刻。不过要说真正的战力天花板，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吕祖吕洞玄，他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人间极限。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吕祖到底有多强，他又为何要转世多次呢？吕洞玄是武当山1000年前的祖师爷，作为战力天花板，他的实力之高无人能敌呀。他的剑道天赋是1000年来第一，就连李淳罡这种500年难得一遇的剑道大才，也仅仅是比肩吕祖而已。除了剑道之外，吕洞玄在天道上的修行也是举世无双的。之所以能够成为天花板，关键就在于他对天道的感悟上。武道天道一兼杠的他，实力达到了人间巅峰，三教合一，成就3圣人境界。不同于其他人的天人境，吕祖是完全靠自己修炼到的天人，直至天人大长生。雪中10道高手当中，其他人达到天人大长生，或多或少都有气运的加持，缺少了气运就要跌境。像太安城内的年轻宦官，待在太安城，他就是大长生境；一旦出了太安城，缺少了龙气，他就跌落到天人境。据北城之战时的拓跋菩萨和徐凤年也是如此，前者是接受了天人馈赠，后者则是吸收了北凉的气运。当气运消耗完后，便会跌落至天人境。1000年来，唯一一个可以一直保持天人大长生境的，只有吕洞玄一个。过天门后的他并没有选择飞升，返回人界后，他就达到了人间巅峰。看守仙门的仙人都被他击落人间，成为敌仙人，后世之人都以能够比肩吕祖为荣。至于超过吕祖嘛，在人间是不可能的，他本身代表的就是人间极限。那么吕祖为何要一直转世呢？在《雪中悍刀行》当中，战力天花板只有一个，那就是吕祖吕洞玄。那么已经无敌的他，为何要不断的转世呢？无敌于世间的吕祖心中仍有遗憾，这一世没能和他心爱的红衣在一起。于是为了寻找心中的那一袭红衣，吕洞玄没有选择飞升，而是转世重修。从吕洞玄过天门而返到黎阳王朝时，已经过去了500多年的时间。在这500多年的时间里，吕洞玄已经转世了10世，最为人知的便是第9世的齐玄真和第10世的洪喜相了。齐玄真这一世，他出生在龙虎山，成为龙虎山天师。出道20年的时间，齐玄真的修为停滞不前，但是一悟便跨入了天象境。这天象境不同于3教中的境界，而是比五夫天象还要强的天道天象。又过了10年的时间，齐玄真以天道进入陆地神仙。此时的他已经觉醒了前世吕祖的记忆，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只可惜他没能和王仙芝一战，不然就能让那王仙芝坐实那天下第2的位置。正道后的齐玄真约战天下群魔于龙虎山莲花顶，6位顶级魔道高手全部死在了他的手上，齐聚莲花顶的群魔皆被他所杀。齐玄真的道法和剑术也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就算是天下无敌的李淳罡也不是他的对手。在和李淳罡的论道之战中，李淳罡使出了自己的剑道巅峰，剑开天门，却还是奈何不得齐玄真。齐玄真就这样当着他的面白日飞升。从这以后，李淳罡的心境大跌，生平第一次怀疑起了自己的剑道，境界也是一泻千里，直接跌落到了至玄境。而齐玄真这一世觉醒后，算到自己等不到红衣了，于是便假意飞升，实则自愿消散转世了。下一世他便成了徐凤年的姐夫。在《雪中悍刀行》当中，战力天花板的吕祖之所以要不断的转世，为的就是等到心中的那一抹红衣。那么他在第几世等到了呢？在第9世的齐玄真算到自己等不到红衣后便在和李淳罡论道之战后消散转世。第10世的他又转世回到了武当山，成为了骑牛的洪喜相。作为武当山的年轻小师叔，这一世的洪喜相终于等到了红衣徐之虎。徐之虎出嫁前曾上龙虎山烧香，只看了一眼，洪喜相便爱上了徐之虎，知晓了他是自己要等的人。只是当时的他立下了不成天下第一不下山的誓言。面对徐之虎所说的敢不敢娶她的话，洪喜相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这一天之后，徐之虎便为了徐家远嫁到了江南。嫁过去后不久，丈夫便死了，徐之虎也背上了克夫的名头。这也没办法呀，毕竟是吕祖内定的老婆，一般人还真驾驭不住。远嫁江南受尽委屈，徐之虎的身体渐渐扛不住了。等到徐凤年来到江南见他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袁庭山来到江南刺杀徐之虎的时候，远在武当山的洪喜相觉醒了，一步入陆地神仙的他骑鹤下江南，救下了徐之虎。带着徐之虎游历大江南北后，洪喜相自愿冰解，为天地正道再修300年，让徐之虎飞升仙界。最后洪喜相转世成了鱼凫，在吕玉甫的帮助下飞升仙界，和徐之虎团聚。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在留言板讨论。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